动词，快做事。按月没空洞癌2年了吧？你都在做什么？我吗？我这2年都在运动啊。我看到你去比健美比赛，对，还有什么厨师执照你也去考？中餐、西餐、丙级厨师证照都有。还有潜水不是吗？潜水，夏天潜水，冬天滑雪，今年完成了113的3天。我觉得2年前你没有这么厉害，2年前是我比你厉害，而且你很壮，你现在怎么那么瘦？你跟我说。现在想要就是回归大自然，淳朴一点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你这2年的戏接的比较多，就还蛮顺的。所以你今天怎么突然来啊？因为你不是要带我出去玩吗？对，我要带你出去玩。对耶，你知道这也是我的家乡吗？这也是我的家乡啊。可是你是我隔壁乡的，所以你是平镇人，我是平镇乡，你是龙潭，你是平镇区，我是平镇人，我是龙潭区。对，我们是隔壁村。这是因为我是读复旦高中，复旦是不是就是平镇？是。小复旦、大复旦都是我的学校，所以我们都算是平镇人喽。Yes。那你今天害不害怕我给你的任务？我当然不怕了，有什么好怕？真的吗？你怎么可能对我？今天会有很多嘉宾哦。很赞的，我就是需要舞台跟嘉宾的掌声。可是太多嘉宾哦，太多嘉宾吗？怕你被吓到，对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就反正就。那我就等你化妆完就去见那些嘉宾。好，走。好，走。各位小朋友，早安！早安！好，非常开心，今天大家来到爱孩子农园哈，今年有很多活动要去体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2位哥哥姐姐哈，要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我们先来介绍哈，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小猪姐姐，好，给她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？Hello， 我是小猪姐姐。啊 ，Hello。小猪姐姐呢，等一下呢会带我们跟我们一起去喂鸡啊、捡蛋啊、打菜啊，那所以呢，你等下看到她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小猪姐姐，我在这里。好，如果需要帮忙她会来跟你挥挥手。好，第2位呢是我们的志宇哥哥。大家好，我志宇哥哥。好，那志宇哥哥呢也一样会跟我们今天参加全部的活动哦。我跟志宇认识的话呢，就是其实我们是拍一部 HBO 的剧叫《戒指流浪记》认识的，然后志宇在里面呢是演我的渣男朋友，所以其实我们第1天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拍床戏跟吻戏了，然后非常的害羞，因为志宇是一个非常 gentleman 的人。我真的是很 gentleman， 我不是在夸奖自己。他其实对于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，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，然后会很保护我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但好在导演就是非常的老练，所以导演示范给我看，大概做了几次之后，其实就还蛮顺的。所以那是我第1次遇到他，我非常紧张，是因为就要这么 close 的戏。其实很好笑，所以我们第1次见面其实蛮有趣的。其实我们还蛮私底下蛮常聊天的，他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傻大姐，但私底下是非常有恒心跟毅力的。听说志宇他今天要帮我量身定做一个行程，那我是非常的期待。这种 gentleman 的人会制造什么行程呢？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就是要考验他的恒心跟毅力，看他可不可以完成我这一项的任务挑战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来，我们要先去喂鸡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到这边先停一下哈。停一下。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到这边来哈。这边是我们的宠物鸡哈。鸡有分3种，分宠物鸡、蛋鸡跟肉鸡。来，你去算算看，里面总共几只母鸡？母鸡。哎，里面有，还有右边还有1只哦。你看右边还有1只母鸡带小鸡，对不对？1、2、3只不对，再猜猜看。4只答对了，就是4只。来给你一个。公鸡上面有那个里面呢，总共会有4只母鸡啊。我跟你说哈，鸡哈不能分什么公鸡跟母鸡要分体型哈，你不要以为课本上说鸡冠就是公鸡，不是哦，母鸡也会有鸡冠的。那是要怎么分呢？要分它的体型哦，体积越大的哦，或者眼神看起来很凶的，
基本上就是公鸡了哦，基本上都是公鸡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慢慢往前走哦。阶梯要小心哦，慢慢走，来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来，有阶梯哦，好，小心哦，琪琪，小心哦。走。看一下没有，小心。鸡为什么要跟着我走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叶子，因为我有菜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跟着我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那等一下呢，它就会来吃东西了哈。来，我们往里面走。来，慢慢往里面走。啊，你自己拿一些菜，哦，然后去后面，然后很多鸡，然后蹲下来喂它。拿那个下面的把，对，拿拿上面的把就可以了。你看鸡都来吃了，对不对？乐乐，我们这边很多鸡耶，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嗷，咕咕咕咕。你看我被咬，它不会吃吧？他不要，这边乐乐，乐乐抓鸡，可以抓，怎么抓鸡？你怕被啄吗？我怕。你怕啊？米啊，要不要？帮我拿这个，我怕你怕被啄你这样。其实我有点怕，真假的？但是试试看吧这一。只啊？你要啊？来，他们不啄我，哎，其实不会痛哎。是吗？他不理我们。我摸它，它很温驯哎。好控制哦。它怎么这么可以被摸啊？乐乐，它很轻哦。乐乐，喂它吃菜，你喂它吃乐乐，菜，它吃菜菜。乐乐，趁它被抓住的时候。趁它被抓住的时候喂它吃菜菜。乐乐喂菜菜。那吃饭饭。吃饭饭。它被抓住不想理我们。好可爱哦，它超可爱。它在吓傻了。它吓傻。好啦，我们下去。发生什么事？乐乐有柚子，看，柚子，给你。他送你礼物。他们在谈恋爱，他们谈恋爱，眉目传情，还送礼物，送礼物。这不是礼物。乐乐，我们去找老板，你收到这个礼物对不对？跟老板炫耀一下。很棒，我们捡到柚子。捡到柚子了耶！对啊。那个会痛哦，被啄到会痛。有没有触电的感觉？好可爱哦，其实还蛮。其实不会要痛哎，对。其实不会痛哎。那触电的感觉。那这个柚子要怎么吃？柚子带回去把它剖开。我们可以抱它吗？可以啊，抓起来就可以了。乐乐，我抓起来了。乐乐，你要不要抓抓看？他不敢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我没手了。那我帮你把手拿起来啊！来，乐乐一起来，一起。这是娃娃，它是一只娃娃，会动的娃娃。它是会动的娃娃。他不敢做。那你摸它，那你摸它，自己有。那你摸它，你摸它。他说我自己有娃娃，我不。好哦，哎，吃。哎，它是一只马杀鸡，对不起，我想说要把它按摩，它就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捡鸡蛋了哦，哈，往前走哈，往前走哦，你要把那个蛋拿来做蛋糕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去捡一颗蛋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母鸡，来，你看那个鸡在那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去那边拿一颗蛋，等一下没有捡到的，我们再到里面再发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因为昨天哦，捡很多了。乐乐捡到了，茉莉也捡到了。茉莉捡到了，小心。我也捡到了，热腾腾的蛋。好，我们到这边来拔菜哦，小朋友怎么拔呢？好，来，你可以看哈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地瓜叶哦，哈，地瓜叶。等一下怎么拔？请你用2只手哈，我们这样子拔起来，好。你看中哪一个？这个。这边就一叠有没有？我们去拔大根的好不好？真的大根的来。哦，好大根哦！很用力耶。谢谢。哦，很棒哎，乐乐你很优秀，有没有多一点的？哦，很棒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地瓜叶。耶。这个我们拔大根眼，这个爸爸看。哦，很难拔哎。好，来
来，小朋友，我们要准备来种菜了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你手上都有铲子跟手套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来种的菜叫做地瓜叶，有根的部分呢，然后呢，你要把它塞在土里面，这个叫做插枝，正奥从农夫就会这样插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插进去，你把它挖起来，埋起来。埋起来，埋起来。你看这个，这个要很深哦，这还不够深，我们要再更深一点。种下去哦，要种下去哦，土挖出来要种下去。你们有在挖吗？土是很有学问的哦。我们是有土呢，哇，不行，不能怎么样都往别人身上，不要往自己身上。往谁身上？往你身上。这样除了什么？不行啊，它跑出来。还要再深。乐乐，这样够不够深？可以。够不够深？可以，好，那我们放进去哦，我们就放进去。那我们来把它埋好。就在下面土里面慢慢长开来，它就会慢慢长开来，然后就慢慢种，很漂亮。把它压平，尤其这个要埋起来。我们种好不好？我们种下去好不好？阿都，我们种。我们有卡子啦。我们就这样吧，阿都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太阳是越来越大了。太阳真的越来越大了，你很聪明。有青蛙。好，你帮阿都一起。好。真的软软的。那边有青蛙哎。哪里有青蛙？在这里。哇，有青蛙。有挖到青蛙。没有青蛙。这边有青蛙。他挖青蛙。大只的。哦。青蛙会跳。不然嘞？青蛙。不然青蛙会飞吗？哇，好大只哦！好，来，我们准备出发去喂羊吧。走吧，喂羊，走，小心哦。耶，谢谢，来。羊一直在撞门呢，有没有东西给它吃啊？哇，有羊妹妹耶！羊一直想要，刚刚如果你有把很多地瓜叶来喂羊，这羊通通都会吃光光通通都会吃光光。是公羊是脚比较大的，母羊呢脚比较小的。手不要伸，手围起来。喜欢吃它没有过来，喜欢吃有嚼劲的东西。小羊吃吗？所以你要每一只羊都喂哦。我们这个不知道吃哎，它可能喝牛奶的。羊肉的这个，羊肉的就是山羊的肉，你看屁股，羊的肉，长得好特别。哪只羊要买我的蔬菜？羊小妹妹，它只喝奶不吃草。啊，只喝奶哦。因为它都不过来啊。妹妹，是吧？这个妹妹来了，妹妹来了，大妹妹来了，大妹妹来了。大妹妹，你要拿得高一点。大妹妹，它真的有羊肉的味道。啊，有羊乳片的味道哎。你们有吃过羊乳片吗？很羊的味道。够到了。卡住了。羊妹妹，我要小 baby。对啊，它很小。她是羊妹妹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说妹妹当时，我以为他们会说妹妹就是女生。就女生。但我看着我说不知道，他们很聪明。它还没吃完就咬着过来，没有被误导。这边有大只的羊，你要钓给我看啊！来这个它钓羊，钓羊，跟钓鱼一样，钓鱼但钓羊，大羊这个大河，味道好重，因为它是大羊，就羊大肉卤羊，味。哇，大羊。这里，来了，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有些好吧，其他动物。好，我们留一些给其他动物，留一些给其他动物。走吧，走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去稻田哦。我们左边看到这一条很美的溪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水很漂亮，这个叫做老街溪哦，是桃园的主要支流之一。等一下下午我们会在这边钓鱼还会在这边玩水这边都会。那我们再慢慢往前走哦我们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前面是一大片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什么前面田？一大片的，你看好漂亮哦，这是什么？田。那个就是稻田了，是农夫呢下田种稻的地方啊。好，猜猜看，稻米多久收割一次1年。？1年太久了。几个月？半年也太久了。3个月，答对了，就是3个月哦，每3个月收割一次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在这边会拍一张大合照。来，我们看前面哦，3、2、1，耶！我们今天下午种的菜是什么菜？是地瓜，耶！
来再一个哦，我们大家一起笑嘻嘻。游泳。哦天哪！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会游自由式吗？会，会。两次还有会啊，不会自由式，那你怎么会用这个动作呢？拍蛙式。我不会说出来的。好，跳舞。没有人跟你一样，果然这是你。有啊，一样啊，没有。可是我刚才是看他们教我的，这样子。动次来做事。吃饭喽！走，吃饭。吃饭就是吃饭呐。吃饭的意思。我们来吃饭吧。你要吃这个吗？这个。吃薯条，这个，这样好不好？吃薯条，好，走。那你要不要吃这个冬粉？那走来。那你要蛋蛋吗？你要蛋蛋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在前面一点。你也爱蛋蛋吗？来。一坨老虎，你的要满出来了。喝1号。哎，坐那边那个位置。哦，谢谢。怎么那么贴心呢？你有筷子吗？那我们来吃饭。哦，好可爱呀，你的大象耶。好。哦，小心，他先躺着，好不好？让他休息。让他睡觉。哦，好，让他睡觉。不要碰到脏脏的。好。猪哪有猪？这是生肖哎。哦。汤匙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？对，那边。他还跟我轻轻的呼唤了，怎么办？后羿弟弟在给我轻轻的呼唤呢。哥哥汤匙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没跟我吃饭？我好内疚。啊，你先吃蛋，吃它。欢迎光临玻璃，你的筷子呢？筷子在饭旁边。怎么玻璃不见了？玻璃他去拿筷子了。他刚才很难过的看着我，觉得我怎么没有找他吃饭？那怎么找他吃饭？我就说来啊，然后他就默默走掉了。被蚊子咬了。我们要多吃一点饭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下午呢要寻宝，还要钓鱼，还要玩很多游戏哦。吃饱一点哦。吃饱一点哦。吃饱一点哦。我觉得今天就是带着我们的小嘉宾、小朋友们一起去体验我们农村生活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我自己有一点小预设立场，是怕小朋友去抓鸡的时候会不会被鸡吓到啊，或者是说在喂羊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？但其实没有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看得很大，因为他们其实是非常勇敢也非常意愿的，甚至比我还敢去抓鸡。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去尝试一些做不同的一些体验的话，然后他们生活感觉就会很不一样，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热情，甚至温暖了我。就是有一个叫乐乐的女生，真的太可爱了。乐乐妹妹她在我旁边今天就跟我说，她说：“小猪姐姐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有个秘密哦。”我想说什么秘密？她这样子，我爱你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太可爱了吧！我第一次被直球告白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整个早上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有爱，然后。谢谢乐乐，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都让我非常有力量。小时候我也在田里长大的嘛，也种过菜，也养过鸡，所以觉得应该很轻松吧。但我发现真的进去了之后，我发现我会愣在那边说啊，原来怎么跟我小时候的印象不太一样了，或者小孩的反应都出乎我的意料，是比我还更融入那个环境。所以其实上半场我还蛮意外的是，我想太多了，我觉得他们都比我更能适应，所以我也在努力的去调试，让自己更快的走进那种跟他们互动一个感受之中。各位小朋友们，你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你们想不想要贴纸？想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游戏喽。这个游戏名称呢叫做 Q 幽某 Q 幽，一样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就分四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4个。对，你们要跟哥哥要默契哦。然后等一下如果出一个题目嘛，你们要跟哥哥做一样的题目。我们题目一出来的时候，会给你们5秒钟，会
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做动作，好不好？跟哥哥一样的人就有贴纸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分散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题目是游泳，5、4、3、2、1，游泳。哦，大家都很卖力耶！全部答对！天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会游自由式吗？会。2次，还有会啊，不会自由式，那你怎么会用这个动作呢？还蛙式。我不会说出来的。好，你们会自由式吗？他们不会。那我怎么刚才是怎么游的？他们很厉害耶，所以你们其实天生就不是，他没有偷看，他们应该是下意识的觉得说游泳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你们可以挑你们自己喜欢的贴纸。来选一张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皮卡丘吗？啊，你来选一张。你要什么贴纸呢？哦，你也喜欢皮卡丘啊？这边有个皮卡丘。大家都皮卡丘哎。我们可以再来比一次，因为还有2次机会。然后我们第2题开始喽。第2题题目是跳绳，5、4、3、2、1，跳绳，都答对，好棒哦！来，再选一个礼物。他们都比我快，还比我不做，他们跟他们一样，不好意思哎。你们很棒哎！来，好厉害哦！只能选一张 ，OK。我们还有1次机会，来，我们来排好，排好。可以哈。来哦。难吗？不会，今天大家都有做的事情，准备好了吗？璇准备好了吗 ？OK 哈。可以哈。那我们第3题的题目就是种菜，5、4、3、2、1，种菜。啊，不是不一样吗？不是不一样吗？怎么被他们摆了一道？你们全部人都没有答对，但你们已经有2张贴纸了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耶！好的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都、瑞、乐乐，还有琪琪。现在换志宇哥哥来主持。题目是擦玻璃，想好了吗？擦玻璃哦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擦玻璃。擦玻璃。好。有吗？为什么你要一直笑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开车了。可是我觉得做得很好哎。棒。他在跳舞哎。好帅哦。有每个都答对了，我觉得都很棒，跟姐姐一样。来，再挑贴纸。来，我们再来哦。来。打篮球喽，5秒钟哦，想好怎么打喽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哦，大家都很卖力耶。有吗？有。为什么你还在开车啊？有投篮吗？你这是开投篮吗？哦，投篮。谁跟我答对呢？只有投篮的算，拍球的不算。怎么办？所以我们3个都对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来选你喜欢的好不好？你有了。好吧。好。来。挑一题对不对？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喽。来。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很累的事情，举重。好，5秒钟哦。5、4、3、怎么会知道2、1。他们都知道啊。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哦，看奥运。他们有关注奥运，好棒哦！你们很棒。来，全都答对，全都知道举重。怎么都知道举重？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。我妈想的太简单，我以前也不知道。好 ，OK， 我们回位置上，拿完3个人就回去。那现在要换志宇哥哥喽。永玲换你喽。来，永玲快点。我们的阿布，弟弟们来上车，来喽！你们要跟志宇哥哥一起。志宇哥哥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一题很简单哦，这一题的题目就是骑脚踏车。5、4、3、2、1，骑脚踏车。你怎么没骑？只有永玲骑的是那个没有手扶的单车。没有，他想要我在，对。来，恭喜我们汉汉可以选一个，阿布也可以选一个喜欢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选一个。来，我们再来比赛，晨来了耶！晨来好不好？我们来比赛。晨又飘走了。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玩得挺开心的。这个题目你们一定会。什么？我们的题目是跳舞。这个很难一样吧？跳舞，随便跳。风格的 New Jazz 啊，还是 Locking 啊？我们好多老师啊。好哦，来哦。老师在教我们。5、4、3、2、1，跳舞。天哪！跳跌倒是这样。看看你这个风格，感觉是
晚上才会出现的风格。夜店风吗你？这样，再一次，我没有看清楚，再一次，5、4、3、2、1，跳舞。跳舞。没有人跟你一样，果然这是年有啊代的一样啊差异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人跟你一样，没有人太复我太杂，老了对不对？完全不行哎，怎么办不行啊！我觉得是因为年代的差异，他们是30年的差可是别。我刚才是看他们教我的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题，我们下一题好吧，继续努力。哦，这个我们再这个你们今天都有玩到，来哦，我们题目就是打羽毛球。他有跟我打。 5、 4、有3、 2、1，打羽毛球。哎，你们都在杀球哎，好帅哦！你们没有慧根呢，来。好多人都想打。只有晨晨在发呆，那你们还是可以选一个。晨晨怎么你们跟志宇哥哥一样都是杀球。来，已经失控了。拿一个就好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怎么都倒出来了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休息。我觉得要烤焦了，我都没有在顾。啊，你看。哇，你们那边怎么样好好吃的感觉了？哦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看起来很好吃吧？烤焦了。太焦了吧？怎么办？这应该很多都要烤焦喽。哦，这个也，这个不要。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好，来，已经失控了。拿一个就好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怎么都倒出来了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休息。好哦，那我们现在玩完这个游戏了，大家觉得 Q 妖某 Q 妖好玩吗？好啊！玩游戏，我觉得他们就真的因为开心嘛，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失控一点点。但是你会在他们身上感觉到真正的开心跟纯真是什么。所以其实，在某个层面上，虽然他们做的不一定正确，但是在玩的当下会被他们感染，说，哎，原来游戏可以不用照着规则玩，只要你觉得这是对的，你就会很开心的被他们的情绪给影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真的很开心，就是一场游戏。玩了一天，终于烤肉了。Yes，那我们就烤肉喽。你要做什么好？我们这边呢要做煎饼给小朋友吃。哦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？期待。他们摇头你们。一定要期待，你期待对不对？吃零食就好。他们比较期待烤肉。不管你那我们煎饼，我要期待做烤肉对不对煎饼给你们吃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做喽。吃零食就好。不管煎饼就跟零食一样，像饼干一样好吃。那我就烤肉喽。好，你拿这个网子给我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先把这个弄散，有没有？这样火才均匀，放上去。哦，很烫，你再拿一个，那个。弟，你们要帮我包烤肉啊？妹妹不会炒。好。在吗？嗯，还好。对啊，你会吗？会啊。好。好，先打2颗蛋好了。破了。我想帮你。你要帮我吗？你帮我做别的，你帮我做别的。来，你帮我。你帮我搅拌，好不好？你搅拌，一直搅，对。我也要搅。来，你去那边跟他搅。我麻烦了。听到你看哦。来，就一直搅就好了。哎，你怎么开火了吗？来，可以了吗？他怎么开火？你就一直搅，继续搅。开火了吗？对呀，那你帮姐姐拿胡萝卜，好棒哦。你们那边进度怎么样啊？我们现在吗？准备在热油。在热锅。对，热锅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够大吗？刷好了吗？那你去帮我拿节瓜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让玻璃有事做，来，好。那玻璃帮我拿高丽菜好吗？等一下哦。对，你先拿在手上，等我一下。你帮我放这个。爸爸。
你就帮他看里面白白的，剩没有可以拔就可以拿来烤。个嘞。这样不够，这个丢旁边啊，那个垃圾桶来那边。还没啊，你要帮我刷这个酱啊。这个应该是玉米。这就是帮它拔掉啊，你把外面那个绿绿的拔掉，剩白白就可以烤我了。看得出来这是玉米。我也看得出来。那应该是玉米吧？看得出来这是玉米。你就先搅拌。加水。对呀。来，你坐着，你先休息。还要加水。那你搅拌一下玻璃。面都变色了。对呀，要让它熟。来，姐姐来。好冰哦。好冰吗？啊，这个很冰哦。还不够熟，再一下下。好了。好了哦，很敢碰。好烫哦。要烤吗？那我们拿去烤好不好？这个，你可以把这个先刷。太熟了。要焦掉了。可是这里有破洞洞。那没关系，慢慢的。玻璃，帮我拿玉米跟火腿给我。我喜欢吃火腿。好，那我帮你加多一点火腿。那玻璃你帮我加进去。好。OK。好累的。好，那你先休息，我们放着。要。你看我会吃脚。那你来吧，你就这样。我帮你，我的心。那你帮姐姐拿白胡椒粉。这个，对，好棒。是我姐的。你姐的。对，我给她。那你姐的。我知道是这个。来 ，OK。我小盐巴。好，加一点来，盐巴来。是盐巴吗？这不是盐巴在这。OK， 来吧，放下。冒烟都往我这里来。冒烟没有，冒烟好像是，是往你这里没错。我也是，我手一直被用到。我也把这个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好了。这个好了，来。我也把这个。你给我踩冰水。可以了吗？我来剪。等一下。可以了，好像可以了。我们等这个冷，等一下那个可以了，那个可以了。啊，为什么要用抹布？因为我们要把那个高丽菜沥干，它等一下可以这样，然后沥干，它就会把汁弄下来，然后高丽菜把它加进去。它会烫吗？它会烫，所以我们要先等它。你要搅吗？我加一个盘子。你看这个，我们现在在烤肉。我觉得要烤焦了。很快。然后呢？我来不及，我觉得它烤焦。然后你可以拿这个叉子，然后帮它插2个或3个，好不好？看你要吃几个啊？不要插到自己哦，往这里面。对，你可以这样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样子。小心哦。可以抓这个吧？好，好可以。好了，可以的。啊，好啦，好可以。好了，可以的，不然等下没火了。走。在烤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炭火好烫哦，然后耳边就有这边呼唤我，这边呼唤我，有人叫我，我就会发挥心里那种父爱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我来处理，就会很认真，忘记原来其实镜头还在前面录。
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，跟你想要去帮助他的感觉，所以在那一刻也觉得还蛮有趣，以前很少有这样的经验。姐姐用水是因为要有味道吗？没有啊，我要让它拧干，但是好烫哦。等一下，摸看。不要摸，先放这里吧。你把这个，弟弟你去旁边倒掉，倒下，倒掉，小心烫，摸上面会烫。没关系，我来搅好，好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对啊，不然它会散掉。你要加什么？这个？我想要。我觉得要烤焦了，我都没有在顾。啊，你看，哇，好好吃的感觉哦！你们那边怎么样？看起来很好吃吧？烤焦了。烤焦了吧？怎么办？坏掉了。这边应该很多都要烤焦喽。那还是没有汤匙哎，这是熟的，这是没熟的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然后，哦，这个也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黑黑的。那我的，你的我们都没有翻它耶。好，差不多倒进去。好，然后呢？那你再搅拌，好不好？搅。哇！哎，我要这是我。那你们来搅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要搅，我一起搅。你现在要带下去煮哦。对呀，等一下再请你们倒过来。给姐姐喽，来，我要倒，我们一起倒。等我倒了，小心不要烫到哦。你帮姐姐拿一下它底下。没事，我来好了。对呀。来，这个接一下，谢谢。感恩的心。感觉像披萨。对啊，它就像披萨啊。披萨烤。我们把它放到旁边，不然我因为快焦啦。你们都没有要吃哦。烧焦的味道。烧焦味道。还没耶，老板。这个可以了啦，你可以帮我找个可以吃的盘，那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看啊，就是装已经烤好的，好吧？那个也算吧。可以了。那个是坏的，好，等我一下，小心哦，会烫。我觉得这个也好了吧？可以。小心，还有，你觉得还有哪个可以？我觉得这个要焦掉。我觉得那个很烫哦，很烫，超烫。我觉得那个玉米也可以哦，我也觉得黄可以。好，我们换一个盘子，这个太多了，小心烫哦。那个小猪姐姐不是说烤肉很好玩，结果超烫的。烤肉，你摸到肉啦？重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吃，他们就一直烤而已。一直烤吗？好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要来烤虾？这个你要不要夹？这个就好吃。你吃。有点咸。有点咸，因为你吃了只有酱的那一块。这个熟了。这个熟了，哪个熟了？是什么肉？其实我也不知。你继续熟啊。好像还没熟。哦，会拉肚子的。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有熟。动吃，来做事。小猪姐姐不是说烤肉很好玩，结果超烫的。烤肉，你摸到肉啦？重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吃，他们就一直烤而已。一直烤吗？好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要来烤虾？我们什么时候烤虾？我夹去。等一下，那边有烤好，你要不要吃？那边。那个很烫吧？不烫。它熟了吗？我觉得它没有熟哎。熟了，你确定你咬得掉吗？
好啊，你看它熟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刚刚呢，就是把我们的菜啊都弄进去以后，然后沥干，我们现在就把它装这个是粉里面，面粉里面，然后它就是我们的饼皮，然后现在进去里面，对，这个等下还可以继续做。你看我现在把饼皮丢到这个火上煎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煎一煎后，等下就会变成一个煎饼喽。煎饼人吗？对啊，会变成一个煎饼哦。那个豆干是谁的？是哥哥，我刚才有看到青蛙，真的啊？是真的。那你要请他来烤肉吗？把烤来吃，没人敢吃。我喜欢烤肉。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吃？你们啊？他在跳。你要把它抓过来吗？等下会不会真的抓？你抓过来我也不敢吃哦。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要吃吃看吗？豆干？可以吗？我可以这样子。可以，很烫哦，很烫。是谁烤的？大家烤的。大家烤哦。结果没熟，对不对？我看它快焦，应该是熟了吧？应该熟了吧？熟了啦，熟了啦。这个应该没有熟，这个还没。豆干本身就是熟的啊。对啊，这先不要。我们再给它烤久一点，好吃啊，好吃，真的哈。我没吃到。等下帮你弄。OK。就是你看我的煎饼，这是烘蛋吧？煎饼啦，它是脆的，它是饼。对啊，我压压看，等一下可以吃。好，你压压看。真的。它就是硬硬脆脆的。那会我还以为这是炒蛋嘞。等一下。好，好，去吧。应该熟了。OK， 完成。先来这里。吃饼饼。那我们来吃饼喽。要到哪里？这个放在这边桌上，我们就可以吃喽。对，然后沾酱油，把它这样，这样子。我觉得要加酱油，加酱油蛮好吃的。哎呀，嗯，这它只会掉哎。来，等一下。哥哥，会不会太香？哥哥要吃饼吗？我想啊，我帮你用。你确定很烫哦？不会，好，不会。这个啊，这个你要不要夹？这个就好吃。你吃。真的吗？哦，谢谢。行吧。有点咸。有点咸，因为你吃的只有酱油那一块，你就放这边，你放这边，你放这边，那这个嘞？行吧？对。那这个嘞？这个熟了。这个熟了，哪个熟了？这什么肉？其实我也不知。你确定熟了？好像还没熟。哦，会拉肚子的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放旁边。边有熟，哎，这边有熟的那啊。你可以帮我翻面吗？你们要吃甜不辣吗？乐乐，还有甜不辣。这边我想要叉子。我拿一个新的给你。这可以当小碗。那个不行，那个没有洗过。让饼干，然后用像毛。像饼干又像麻糬，那你觉得是什么口感？还有哪一个要翻面？那像披萨吗？这样。像披萨。你看看。我生纸了，太低了。放进来这里面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这样吃。好哎，你要玩吗？不要了。好，怎么觉得你们在享乐啊？我们两个都跑过去了。我们真的在享乐。对啊，不烤我就跑过去了。来，小朋友们，烤鸡来了！哦，烤鸡来了！这烤鸡非常的香哦。好啊。等一下我们要做手扒鸡，所以我先把袋子放这边，我去看看你们烤肉烤的怎么样。你们烤肉烤的好吗？好热。它不会掉。这个可以啊，你把它夹起来。
他们只负责烤，但都没吃，都在那边。对，可以。这个是母鸡吗？小朋友问。对呀，是母鸡。要不要夹起来吗？是母鸡。阿都，你要不要来这边？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。你不知道吃吐司？你不知道吃皮？你不知道吃吐司？我们去拿吐司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吃这个甜不辣？你该烤的，要不要？来吃吧。好，要不要吃刚刚的鸡？来吃。他吃他刚才烤的甜不辣。皮好吃吗？乐乐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哎，肉很好吃，很嫩。你要加。这个单吃就很好吃吧？这个。但是没有味道。有味道吗？甜不辣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它 QQ 的。QQ 的。你用它。那是有熟吗？吃吧，乐乐。不知道。它可以吃到高丽菜的甜，不需要加的。可以吗？嗯，就是原本食材的甜。食材本身的味道，我帮你炒吧。你要皮吗？好吃的啦！今天整天结束下来，我只能说我对所有的父母 respect 不容易，因为其实我今天中间有睡个午觉，然后他们只要一睡醒或一吃饱就会过来找我玩，然后他们连下雨的时候都会在外面钓鱼啊、打羽毛球啊，甚至会说不好意思出去外面玩。他们在睡觉的时候，父母也在旁边看；来吃饭的时候，父母也在旁边看；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在旁边看。所以当爸爸妈妈呢，真的是要24小时 stand by， 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，而且是真的很有能量。每一个小朋友啊，就是很天真、很浪漫，然后很敢去尝试，很敢去玩，甚至我看到有很多互助、交个朋友啊，或者是保护他们啊，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想到彼此，然后我就觉得，这个画面真的很有爱。今天一整场下来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会很崩溃，因为我很怕小孩。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里面，有不同的小孩来融化我。例如早上就是波利跟着我嘛，到下午就是永玲就拿着酸梅跟蛋糕说：“哥哥，你要不要吃？”就发现，虽然我没有跟他互动，可是他默默在观察着我，然后默默的很贴心的做一些举动。到了晚上可能烤肉的时候，然后憨憨也在我旁边，就会告诉我，觉得好像我不用这么的担心跟紧张，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很自然的嘛，他感受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好像不用太多的防备，或是太多的想太多。我就可以领悟到这种他们对我的爱的感觉，跟我需要他们跟被需要的感觉，我觉得就还蛮让我感觉今天的行程都蛮让我收获的，有收获的。真的，你今天觉得哪一个最好吃？我最好吃，我最好吃。他在跟我告白好可爱哦。今天你们玩的累不累啊？累。对啊。那开心吗？不累。不累。那继续玩。因为很开心吗？你们开心吗？玩得开心，拿了很多贴纸，然后拿了很多那个果子，很多果实，有拿到蛋吗？那你累不累？累吗？累啊。累啊。累吗？累啊。那你等下回家睡觉吗？直接累瘫。那我想问，志宇哥哥会累吗？累啊。小猪姐姐也是累啊。学他，大家都累。但是我觉得大太阳下真的是不累嘛，因为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烤了这么多食材，还有很多鸡，还有饼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吃光光，才能回家，可不可以？好。上。